早起，好当才具，圣人爱办日行，不惜文乱财商。外面听了，圣人爱办日行，不惜文乱财商。两不无罪，神仙空儿精彩了。相夫千金早迎亲，高级才人好才情，各种才就开家门，少是正经，莫停留，莫停留，并双手，莫停留，并双手，并双手呀，并双手。啊，诸位仁兄，请了。请了。好繁华的景色啊！这个人来做什么？穷得这样也想来救亲？什么？我么进来观光观光，观光。喂，这里是相夫千金泡酒招亲的所在，不是观光的地方。啊！今天我访友归来，路过此地，顺便进来观光，有何不可啊？哼！这里是相夫千金泡酒招亲的所在，不是什么观光的地方。哎呦，碰到这个穷酸，倒霉！童言无忌。什么？把他轰了出去！众位不要喧哗，小溪等女泡菜女来了。哎呀，小
当机啊！楼上有人惊使我让鱼当机，好气呀，好气！不免以此为例，凝视一岁，看他设计什么。欲当鸡毛手，红冠不乱尘。胡今能报效，尽心思让神。拜就是小姐请你来步。哎，怎么就他们？绣花月的要绣花，小姐吩咐王生公子参礼两旁。哎，县国相子相，在儿早地答对。小姐。小姐呀，弟弟主官在朝堂，有权有势有家当，要跑才就跑进我，选一个富家公子。小姐，我弓马引着富一家，赛鼓当年出霸王，要跑才就跑进我，选一个该死英雄做新郎。哎，看我来，看我来，小姐，小姐。好面貌，花为花美，又会忙，要跑才就跑进我，选一个风流人儿做新郎。8年没姻缘，选一个读书名利，相敬士兵做新郎。没想小姐，他们只相一人，不知道文才是我。小姐有事一连，叫他们早运外偏。是，员工。你出来听听嘛，说给大家听听啊。一时计划黄柳英，往来风雨不能轻。有了，风流今宵美男子，定是上我一终身。穷说，看你的。
把三句请给死，我再不。风流精巧，美男子。哎呀，小姐对我有意思了。哎呀，小姐对我有意思了。妹妹还与你，此话不须万夫吹。刘玉顺公责贵人，此话不须万夫吹。刘玉顺公责贵人。哎呀，小姐，这前面是我王三公子所写，这回怕一秀才所提。穷说穷说。员公，小心吩咐王生公子散去，但留下怕一岁日。既是高大车了，就应该跑到车酒嘛。直接将我们散去是有道理。不要喧哗，小姐的车去来了。抢啊！抢回来！抢回来！相爷袖青马匹，水滚滚乱菜而上。哦，不要肚子，我们走吧。嘿，员工，请把一岁日到瓦。大一秀日，小姐请你到瓦。今日正逢为文定，欲属于百次提出的礼仪，我今此地来观光家中礼，曾家义，公年必人自为谁，怎能与他曾抗礼？秀才，小姐请你到瓦呀。小姐，蒙朕有礼了。二面四句，可是相公所？正是。是何写的？此话不须反复猜，累于孙公责贵人。相公既在，故意拆酒相讨。小姐既然有意与小生结为心中之好，你修改。修改什么？小姐在楼上问话，小生在楼下答话，这一告令下。这一告令下么？此次相公稍待，我就下来了。
姐梦真有礼了。相公，但不知你有何见教？小姐呀，像我爱过彩楼前得人情来人关节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梦真家汉婢，回府敬我上啊小姐，乡里丞相女珍重定家信，小姐呀，万望三思听从。去准备红烛喜饭。
好，休这几封。好，新姑爷小姐就要为夫来了，快拿到厅堂挂起来。夫人，女儿采留招亲之事办得怎样了？哦，听说选中了一位才艺高超的秀才。当真是啊。真是夫人教女有方哦。这是相爷的教诲之功。叩见相爷夫人。家园，采留招亲之事办得怎样了？哦，小姐出有4句，相爷请看。哦，我儿还出有4句么？是啊，一是计划旁流音，往来风田不能轻。出得好，出得好啊！哦，还有何事？做得金我上娇美，把3句风流君俏。相爷后面还有啊。此话不须盘夫猜，留于顺宫则归神。此话不须盘夫猜，留于顺宫则归神。家园，小姐的才求可曾当中此神？真是当中此神呐！正是当中此神么？是啊！夫人，这是夫人教女有方哦。这是托相爷的洪福。启禀相爷夫人，小姐同新姑爷为夫来了。请姑爷小姐厅堂设坐。是。家园吩咐姑爷侍候。告赵宁红。是。相爷吩咐，姑爷侍候，高朝迎红。层层送，我儿为眼先应采，大地定中茶好张望，父子穷孙落魄养怎能
同往。相依不必怪女儿，只怪书生不识量。爹娘啊，这书生也忙也在望，不要群众一同望。今日林子早上当，一大一风尘的头像，绣在地上，虽然地，他一生的能做东梁。龙什么？龙有吹箫迎凤凰，有身材得像高堂。家园哦，小人留下迎宾客，菜柳之上有美香。小姐才来出事去，炮局现在是造郎。弟弟，常言道，海水不可用得凉，为人岂能开茅香？沙里淘尽贤良缘，必有此人看相当。儿媳她有满腹恩章，她一表人在有志向。他有志早该登金榜，为吾落魄在他乡。太公迷乱上挑担，孔子神差神善良。古人都有11日，他一日11有法。相依。梅香夫人，你在该死的丫头。相夫找东张，问我要想到，小姐年逾少主张，你在菜楼真不上前去做到。夫人喜怒由我讲，原是小姐始终张。老什么？老大人。哼！并夫来原是配鸳鸯，谁知他骑兵爱负担城上，那边马原是这边挂梅香，她丈夫这对公民不讲理，后代不能去欺房。我
儿啦，你过来。儿啦，你一心要匹配这孩子，莫非拖连他去的？不团他去，拖连他错，也不团他错。你既不团去错，团他什么啊？母亲，女儿团连他，外不文章。你是今宰了他去，能把文章充饥？这不能充饥，能把文章御寒？不能御寒。好啊，不能充饥，不能御寒，你要文章无用啊！娘，我的儿啦，你要是宰了他去，难道你甘愿终身受苦？母亲，女儿绝不愿意。你真是不识好歹的蠢材哟！秀才，小姐，你在采楼之前，要是有事，要得有得，事情何不上前，说上几句，以示才用。这倒也是啊。老大人，有生吕蒙正有礼了。汉子又见什么礼？这就是老大人的不是了。神将立你为先，是将花谷为源，开口汉子，闭口穷酸，有道是守富贵，隐护富贵；守贫贱，隐护贫贱。若生谁病，病而有之。老大人虽富，恰是富而不仁啊！我有哪些不成？你有三不仁。有三不仁：一不仁欺病爱富，二不仁不信会亲，三不仁无所事闻。一怕火焰，百路汉子，这混妖神菩萨。宽宏宰相，何须发怒生嗔？
你是人高才，难道这无错私说都被你托行了不成吗？读人无错私说，又生恰不滚言。这是读书人不言私说，难道见了老大人就是恭喜发财吗？好，老夫倒要测尝一对，就请测题。能猜猜一支丹桂，水滚高攀，浪滔滔三界龙门，我能不跳。这是一的原文：凤凰飞去遭殃，凡鸟夜滚必刺。蛟龙飞得云雨，吾自残其其身。堂堂相府真是无事，昂昂秀才真是万鸟。这是老飞的原文：这个哪个？相爷，看他出口成章，才华过人，不如就惩戒了他们吧。堂堂相国千金，岂能匹配混世？这就当众死而无冤。若我相爷，相爷，都是你管教的好女儿。哎呀，相爷呀！你退下啊，这，哎呀！家园有区分女也不良，与那混世所取财就，与我当把出去。慢！目真是为金破而来，真是不识好歹的穷酸。相爷，若我的儿啊，为父当朝官，一品全告罢了天下真。我儿他将穷酸配，教我连年不辞谁。我命才来去找听，才就当中绿梦人，今日婚船要反悔，弟弟呀，你见不怕华人笑你言不信？儿啊，为父都是为你哟。弟弟，儿心一定，不劳操心。臣才的心难更改，玄孙不知好无德，一心只想穷酸配，令人夫妻难分配。儿啊，你咋不把心意为？莫怪为父来太亏。你与我，你与我，弟弟，儿啊，你还是听从为父相劝的好啊。女儿在南风。
小妇羞夸，虽是伤兵救夫家，求来之人三有色，曾到哪股是妇花？你真不知吾养反复你，阳告愧死恩，抚养你18载，抚养你18载。好妇女怎分离，怎分离。弟弟，舅弟弟困在妇女坟上，你就成你了女儿吧。让我招在穷孙，盼盼不能。弟弟，这是弟弟你要所产女。你为不舍得追成恩。
不可与我走出相府去，从此屯媳妇与妻。现在走，小弟来呀！他们避而飞，母娘是上上而归呀。我与你上上而归，上上而归。
做小气多么娇啊！小气多么娇？小姐，听啊！啊！哎呀，好险呐！叫我怎样上去呢？让我扶你过去吧。小姐，好险呐！现在啊，过去还有这样的路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小姐，走吧。啊！哎呀，好险呐！啊，小姐，你看。现在这是山坡啊！山坡，哎呀，我又怎样上去呢？让我一扶你过去吧。你在前面领路。哈哈。我若因难走，怎奈小姐，来得我西川府，小姐，现在你怎么了？我走不上来了。那么让我来扶你好吗？为首探监把云雕，为生把云举头自觉红人情。举头红色情。哎呦！现在小姐，哦，此事规矩。
里呀？这里就是贵府。很噻，很噻，是什么贵妇啊？连房子都没有，是什么混噻？这就是房子啊！哎呀，这是一个土墩墩，怎么说是房子呢？这个土窑嘛，就是房子啊！你哦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你不要哭呀，你不要哭呀！哦，现在我不哭，只是我这里没有房子啊。小姐不用烦恼，我们是四杀法界，把他高楼并立起，何曾没有房子啊？可是事情只在此地，岂不是凄凉？小姐，你看，此地是山花土香，莫扎同居，青山绿水，把鸟证明是热闹得很，不会凄凉的呀。门呢？门在哪里呀？这就是门啊！哎呀，这是一条破鞋子，怎么说是门呢？这叫做院门。好一个院门！小姐别看门外是此啊，这门里面恰是别有一番风光哦。哦，里面外边有一番风光。是啊，是啊。那倒让我去探探这个风光来。听啊！哎呦哎呀，你怎么不对小心？痛了。哦，那么让我先进去说与蔡英小姐啊。小姐，来呀！啊，嘿嘿，这是里门一路，进来可要抵对哟。来，当心！哎，哈哈。先生啊，我进来了吗？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头可以抬起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不对，房子倒下来了呀！房子倒下来了啊！小姐呀，这房子是用火烧炼过的，坚固得很，不会倒的哦。哎呀，这房子倒烧得好巧啊！没有梁，没有石，没有水，也没有瓦，真像一只谷子。哎，分明是房子，怎么说是谷子呢？小姐呀，这房子可有个窑啊，什么窑？叫做安乐窟。安乐窟。岂不闻君子食无女宝，居无女恩？我在此地是安儿居之，岂非叫做安乐窟？好一个安乐窟啊！先生，大厅在哪里？大厅，大厅，此地呀。子房在哪里？子房也是此地呀。先生，还有你的我房也在哪里呢？我房嘛，也是此地嘛。哎呀，先生，我看你呀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小姐笑我什么？那大厅在此里，子房在此里，现在的我房又在此里。地方只有这样大小，怎能都在此地了？哎呀呀呀，那真是巧极了。巧是什么？喏，
巧得我的娘没有见我家长，要是有，现在你说往哪里去放我？小姐没有嫁妆，小生没有厅堂，真是巧合，不必取笑。现在动用的家具在哪里？动用的家具，这要言要语的都是呀。那啊，那大娘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家具是为何用看的？不要看了。哎，看的好。看。现在这两块石头凶得没黑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枣啊，枣。什么枣？叫做原仙枣。好一个原仙枣！哎呀，现在这个破布头有什么用处啊？当心啊！这是谷子啊，谷子这样小，够谁吃完呢？我一个人吃也是够了。哎，使劲！哎呀，使劲你我是两股神了呀！啊，我梦真一时家口真多，这边事若是好呢，这。哦，小姐，我有个办法了。哦，什么办法？我们一人去问，一人在做。那岂不是累苦了我？小姐不用撒娇，待我明天去买个大的。买个这样大的，也就给你我二人用了嘛。那就好了。现在，这些杂草又有什么用处啊？这是锁啊，锁？什么锁？叫做养生锁。人家只有短说金锁，从来不曾看见过这种草锁。现在，我为养生锁。此草生在山上，睡了可以养人，因此叫做养生锁啊。养生锁。我们小姐说呀，这就是我夜里睡的上铺啊。啊，是你睡的上铺？现在，那么你们也在这上边睡呀？啊，我也在上面睡在上边，可是暖我的很哦。我本是相逢千金女，身上在修为金碧暖国中。三不还要谁月见，他日不用听，难忘
小姐待我心你从秀才，你有朝思远志，必得长远归。哎呀，小姐好过才对呀！多谢小姐金口玉言，小姐在上，随我蒙真一拜呀！不拜也罢。哎呀，这样好的彩礼怎能不拜呀？一定要拜！我要拜了，随我我要一拜拜了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秀才，我了。哦，你在哪里？我们可仔细闯击呀。你吗有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小姐，你听，木兰子的钟声响了，我去观战，少见你带饭回来呀！秀才，此去离木兰寺路途可远，不远不远，你滚去不会落空吗？不会，他们是先命中后吃饭，听见钟声真知是后，小姐千方宽心，稍日我接你带把米饭回来呀！秀才，你要早些回来呀！小姐放心，我去手来，去手来。秀才，小姐，你可不能出来呀！怎么？要等3早以后才能出来哟。我晓得。
让出了家，身上披袈裟。命中七杂万，眼睛独生呀！哎，是的呀。师兄，那吕蒙正天天来吃杂饭，看他那个穷酸的样子啊，真正有些可。哎，是的呀。我们今天来想个办法。师兄，哎，你有什么妙计啊？哎，带我想来，带我想来。哎，是的。我们今天来先吃饭，后命中。等他来时，一上空。妙计，妙计，妙计，妙计！哎，那你快去吩咐沙湾的和尚，从今天起就是先吃饭后命中。好个，好个，好个！里边沙湾的和尚听着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是先吃饭后命中。好个，好个！你们快来吃饭吧！哎，好好好！哎，师兄，吃饭！好，起来！莫那日内众生相，欲空推在干波上，几步来到山门前。谁人心无往人相言望，莫非我来日一幕关不真？有之间当起当把后想啊，当七师兄，当八师兄，有理了。这两个和尚不理睬我，看着一本火烧的红红的，却被他们扒准了。
嘿嘿，是的呀，是你的衣服少了哦。师兄，是你的少了，你的少了，我的少了。哎，啊，烤火啊！是呀，来，是的呀，忘了啊。怎么忘了啊？他用了这股计，把我们轰开，他到口气过，8王河来了。哦，哎呀，你看，哎，他到考起2米往来着。哎呀，哎，是的呀，哎，我们来计上加计。师兄，你万一什么要讲？哦，李老爷来了！啊，呀师兄，是你哪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来，听说啊！哎，是的呀，吕老爷来了好久，哎，给吕老爷倒杯茶来呀。倒茶，不必了，倒茶不必。哎，吕老爷，好。哎，李老爷来，哎，请用茶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真笨，一盆火给泼熄了。哎呀，不晓得是谁把血带了进来，害我一滑，跌了一跤。不要紧，送信少一本就是了啊！啊，送信少一本，送信少一本对，哎，是的呀，啊，送信少一本啊。哎，灶头里没有火啦！啊，没有火了。哎，哎呀，没有火了，那就不烤了啊。不烤。哎，你们不能吗？我们不能，你能不能啊？我也不能啊。好，那么大家不烤。二位师兄，你们的年日都办完了吗？有什么要写的，我来帮你们写吧。哎呀，没有什么好写了啊。对字呢？写好了啊。那么诏书呢？也写好了，也写好了。今天，今天过了嘛，就是明天嘛，就是明天嘛。哎呀，李老爷今天没有什么事好做了。那李老爷，李老爷啊，我这里有只木鱼，请吕老爷再上几句诗。莫与本事，莫雕成浑身金甲放光明。不错。每日佛堂声敲当，文光映。是的呀，我们又被他挖苦了啊。他是我们在文光阴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李老爷，这前面2句很好，这后面2句我来帮你改一改。你往为改嘛？哎呀，吕老爷上到这里来，我们也就也为了几句啊。但不知是何改法。猜。你笑些什么？叫你忘把事情带，恰原来是个痴爱懒惰的顺序呀！过去功名事朝前，完必是京东和美太成天，不欠早晚心上
但管得人的吕老爷有一百个人，你可知？你这出来就没听听啊？听啊！那恩心一人胯下随我来。哎，师兄啊，你听他都讲起好话来了啊！是我们啊，哎，像是嘞。哎呀，师弟呀，啊，他是说寒心神经受入胯下不是是嘞呀？啊，侬倒想当起事来，笨蛋！哎，师兄啊，他手上不走，你可怎么办？不走啊！哎，嘿嘿，吕老爷，方才我们冲口而出，望吕老爷不必介意，不必介意。没有什么。师弟啊，给吕老爷拜斋啊！拜斋拜斋拜斋啊！拜斋。吕老爷，早晚一日不入，请吕老爷到山门外看看哼哈儿讲，还得请吕老爷儿媳妇过年的对子啊！哦，要媳妇过年的对子。媳妇对子。别年不要忘了。别年喏！哎呀，没有别年这么些呢。吕老爷请啊！请啊！师兄请。吕老爷请。是有偏了。吕老爷，你看这真相，说得可威严呀！是呀，那，媳妇什么样的对子才好啊？总要媳妇很好的，才能对得起你们哟，阿弥陀佛。师兄，哎呀，这和尚怎么进去了？师兄，把门都紧闭了。指定是他们有意的，先切完后命中，梦着来世一场空。这两股头驴，可恶呀，可恶！这可以恶气。叫我事后晓得，不明待我第41岁，笑我心头之气。石头对在九度空，闹闻脱驴反回中。门都关了哦！恨脱驴，复断江人情，心无灵才是悲。万后命中，为我几人立下江人今日梦真不得志，再不到真3日里。
把秀才等左派右等外不归。貌似迎风，为恨阳。浑身上下似水浆，既然还要苦难熬，怎把门户应走跑？风息满天，洋上小道路难行。但只见轮中女子泪汪相交，黄尘寂寞有谁道？此叫人非太巧。这窑门之外，唯我有这乱中女子。哦，是了，想是他爹娘见天气寒冷，才人将他即为夫去了。唉，小姐呀，小姐，你要委屈吗？等我回来也不是。哎，不为呀！像我小姐只因不容父命，才被官车相扶，焉能为妻？不为为妻。小姐乃是相夫之女，千金之体，也能让你受此贫苦。这乱中女杰吗？莫非急急忙忙为要走？小姐在朦胧，本当上联去
如今碰有空惊动他暖口梦。想当初他不言我贫穷，随我来在寒窑中，叫我割手粮，但也难过冬。莫非他三天经营这边，难为心难受几何冬。小心，我梦真穷则穷在东，但真成来天盘龙，金榜题名天下闻。到那日我对待菩萨，身穿红袍，坐等朝选，我要问虐待，我要拜拜拜拜，要出状元，公天啊天！你吹风就不要下水，既下水又何必吹风？像我今天官债没有关上，反倒受了一顿气了，身上衣服又被风雪挡湿。我在路上拾得几根芦菜，不免将它点起火来，也好将我衣服烘滚呐。君子不得志，反被小人欺。哈哈，瞒到小人气呀，吹胡都要死，可惜我就不靠。唉，真是晦气。这落在落地，家人一个实是，哎呀倒引动我吕老爷的私心来了啊！是多头在九多空，开口头在，闭口头在，难道我吕老爷离了你这么烂事，又活不成了吗？头在。这道之门就不开，门头雪花转归来，束手难解几何动，翠拥相对，这个不好，翠拥相对甚难向我腹中空空是也，还在推敲什么是也我落落几浪心欢转，狂风大行似箭穿，十度之门就不开，满头雪花寒窑转。
这等杀我迷人洪水归，怎归他乡门远？梦真空有世俗归啊，有空娇妻难报心。暖烘烘起来了。哎，我来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什么的陆军呐？陆军！哎呀，这陆军乃是下体之物，怎能盖在我们读书人的身上？真正有错四分。先生，难道是你就不怕冷吗？大丈夫虽寒而不冷，你看我可是不冷啊！不冷啊！这陆军乃是下体之物，怎能盖在我们读书人的身上呢？真正羞耻！秀才之意难全转。我前碰西作与他参，现在用算臭气难当。哪里有什么臭气？不吉利，请谁把米做，镇守不吉利。还不用。哎呀，你少气心嘛！大丈夫宁可千遍，不可说服。这是什么话？你不去也就算了嘛。算了，这种事也算得了啊！我来问你，这前面是什么？杨长路，后面你有道理啊，你也知道哦。你既知前面是杨长路，后面乃是鸟道林，皇城卸磨少人意，最为四下无相邻，这希望是我。
难解事，故而他出言不顺，他出言不顺手张开呀，始终问心境，他从离我倒要向他去问明。你对我这副样子，也不忍妻子为你生气受还。要记激文，必须迷惑谁哟？哪来？什么？咦，谁米呀？谁米？哎呀呀，他倒向我要谁要米来呀！这。我明将他轰出窑外，与我频频作战，再做道理。谁米嘛？哪来呀？有啊，在哪里？在窑外。为何不拿进窑来？我拿他不同呀。哦，我帮你去拿。哎，好。水米在哪里？水米在哪里呀？啥问谁无米，就是我与你。既无谁无米，何必哄为妻？小姐，我与你要做门如父了，我叫你出来看看这些金啊，看看这些金的。哎呀，秀才呀，秀才，你我夫妻此在什么境遇？哪有什么心情观看镜子啊？观镜可以御寒，平息可以攀肩啊。这是什么话？小姐，你看这路上的好金子啊！你看山上好金子，你看这地上的好金子哦！秀才，你看天上的金子最好呢！我是路，他是山；我是地，他是天，真正叫人疑惑。秀才，你又是什么呀？我来问你，这他的是什么？西装。小弟你？西块。西块旁边。腐草。腐草这边。哎呀，西子。那我说的是这个啊，哪个？这个。哎呀，哪个啊？哎呦，这个。哎呀，我道他今日为得要来，为什么这样气势汹汹？原来他见了作贼，起了你心。你呀，我暂且不要与他生命，我要把这孙秀才呀气上一气。秀才，你问的是作奸吗？是呀。这他的是谁的？是你的。是我的。我穿的是凉鞋，这是穿钉鞋的作家。秀才，有道是长子
这小弟呢？这小弟，也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哎呀，这叫做有草庄子喽，乱作宾语做了。那是为妻我的，是你的。你这要来做什么？我们来望你哦。就是望我，也不过在要热要黑要左要右。你呀，喏。放啊放啊，放到那阳上路上去了。我猜得要来，这样一步放一步，那我们就往到这阳上路上去了啊！神王啊，神王！神才是，见不了3件他日，当日有心修身喏。哪3件？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兵险不能移，那就是这3件啊！医生，我倒是不管事，为妻我啊，倒是见得了。我看你呀，见不了，见得了，见不了，见得了，见不了。当初才来找亲，看楼下哪个不是公子王生？我只为见你的才要高，为才不言你人清贫，我才就多怕吕蒙正算不算富贵不能这儿你，那是你我都坏了，莫以为穿把相夫换花着，谁知他因病爱妇要退婚，我是自始不从犯了我，无奈啊，夫妻双双离相负，算不算为父不能穷？我看你兵险不能移，就险不了喽。我与你共居关要离，事实上一人也少比，我是安平杀手，毫无怨言，算不算民间不能我快不待人间，万金过得了。啊！把牛让留下，你个人骨腿而死啊！是出在你总被用说，都出在你们穷穷什么穷？秀才只可。我到我蒙真家道边，须知苦母能奉承，有朝一日高中贵，修
啥你想？为啥你莫听？小姐，兄，你杀人告终，也不枉为妻身几手汗，是苦寒心。我蒙正是功名，是出草芥，只怕你呀没有福气当夫人哦。只怕你莫福告终，我啊，倒是有福命当夫人的啊。啊，是此说来，面前站的就是夫人喽。啊，是啊。夫人请啊。老爷请啊。夫人请。老爷请。夫人请啊。哦，有偏了。哎，你倒想进去了？坐骑还未兵呢。啊，吃了他样嘛，是谁为平？定不了，烧不掉，洗不清。那么就怕了嘛。怕了，你怕，我不怕。我与你说，今日变得了作贼，竟要来见我；要是变不了作贼，竟是修见无面，刚极其可不正啊！哎呀呀，不要把这孙小姐气坏了。他又是在叫我，还是与他去生命嘛。哎呀，好啊，你当人啊！你当人，你今天当人啊！你进来，你当人，我们来当。夫妻两个当家，与这三个什么相关啊？放下！你放下！你放下！你放下！本天话只有这一句才中听啊！啊，你其实话有哪一句不中听？啊，你真带一句不得，不中听。我真要与他说明，他还是那样的固执。哎，我啊，还要气他一气嘞。喂。杨开啊，做什么？你呀，管不着我，我都管他不得了，这还了得啊！哎，你到哪里去？你给我进来！就此理你。喂，春丁贤弟，你下次再来呀，不要春丁贤，存良心，免得我们秀才要凭什么做贼，叫他给我早把难分。啊！什么早
看电视的，你来啊！你来，我就当断你的狗胎！你来呀、你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现在你好了，见秀才气得脸色白，我赶紧与他把手挽手，免得他胡思乱想下你猜，把我父的身体来气坏。秀才呀，是母亲痛爱亲生女，他愿公美香送人民来，你还要不讲情有份出言伤人不应该，你本是知识大理的读书人，恰是个不懂道理的酸秀才。掌柜呀，掌柜，这真是聪明一时，轰动一时哦。想他是从高寒窑，早已确认谁煎熬，他从无半句怨语往夫妻间，为难相公身后好，今日离席间有足迹，乃是他母亲私人送人阿弥道，我真可不问青红与少白，东泥西菜胡乱套，此日一关他名声，我这个秀才一太后那这便是何日好？江小姐凭着心情愿颜良，定能将我梦真少，走上前去把消息讲。万望小姐梦即将。小姐，方才是我的不是呀，我怎么为得要来？不问青红皂白，东猜西nghĩ，这是冒犯了小姐。小姐，你不要生气啊，我与你背离了。秀才啊，这等是岂能当作儿戏的呀？是呀，此是非同儿戏，非同儿戏。哎呀，像这样的事，其实做过也就算了，非得下过谢礼不可啊！小
你不要生气，蒙着与你这呀了你。凡事需要三思，下次不哭。是。小姐，你说你母亲没人送银米来了，这银子放在哪里呀？在那只破鞋里。壁箱，就是壁箱装银子，银子装壁箱哦。放在马万娘子，不免因她高兴高兴。哎，银子啊银子，今天我见了你，我的气就上来了。想当初吕老爷双亲才死之时，你是上来上往；如今吕老爷双亲去世，你便远追高飞，几人苦恼。来呀，令我拉下去送当死神。现在，你呀，怎么又在发疯病了？姑娘，我家夫人讲的免去重音，免去重音。喂，还不快当我家夫人跟人叩头谢恩！啊，小姐，米放在哪里呀？在柿子袋里。米人，米人，对，米人里哦。哦，好米呀，好米！先生，一米不人讲，不热也就算了。上言说得好，树虎是当户，旱地无下土，谁知本中产，粒粒皆辛苦。说的也是，真是莫道上无端，当将是何非？闻听云雾散。也得偏夫妻。哎，我是一对媒夫妻。既是媒夫妻，你也不该东猜西逆的。小姐，神非圣言，孰能无过？故而能该是什么大业？哎呀，现在你怎么了？我了，哎呀，我与你生出来，这怕是人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人做人玩，我能吃，我能吃。人言人语，同人心哦。小姐，你又来了。先生，刚才你为要来的时候，我见你懂我难当，与你生了一文事做。哎，你刚才说过的几句话，还记得不记得呀？哎呀，什么话了？吃了再说。不忙。你说臭气难当，现在何谓臭气难当哦？这个你讲过没有啊？讲过的，讲过的，讲过的。不过小姐，哎呀，你听错了啊！哦，那今天我关在的时候呀，风大雪大，夫妻也大，我说的是夫妻难当啊！昨夕晚烧的这样好，这样香啊，何愁之有啊？哦，是夫妻难当，夫妻难当。哎，不接人呢？谁有不接人？不接人。
那是这样好，我想不用筷子，端起手，来个顺流而下。哎，筷子可以不用啊。你万岁，大丈夫宁可亲兵，不可说夫。现在谁有亲兵，谁有说夫呢？这个吗？啊，有点。不过小姐啊，你又听错了啊！那我今你身做的事呀，慌慌张张，我怕你呀将这砂锅当破了，所以叫你呀只可轻敌，不可触碰。什么亲兵，什么说夫，没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啊！好嘞。现在啊，今天你去观寨，那当七当八他们对你如何啊？不离去当七当八倒也罢了，提起那当七当八，我的气就涌上来了。怎么的？往日是先民众后7万，今日是先7万后民众，梦真去世一场空。只见那当七当八正在那里围炉烤火，见了我是不理不睬。小姐，我正在饥饿难当之时，就心生一计呀！什么计？我将身上蓝衫扯下一块，丢在火里，他二人分着不求。你给我说，师弟啊，你的我烧着了；给我说，师兄啊，你的我烧着了。他二人刚一起身，我便夺日手上烤了一锅霸王虎啊！哎呀，这个计么只有你秀才才想得出来哦！好啊，他们的计比我晚要哩耶！怎么？那当其实是的呀，你看吕老爷来了半天，你怎么不接他倒杯茶来呀？哎呀，人家是在尊敬你嘛！尊敬我，那当把端了一碗茶来，找不到，知不到，刚刚走到火炉旁边，休怎么？到了，这到了。人家到底茶哪里味道重啊？人家到底是茶，你到底是重嘛？哎呀！当起当把两者拖，害得我提上落落真难受。洗碗到了啊！先生，做到了，我们还有米。我啊，与你自归盘去。此次我好去吃官饭了。我要在哪里？我要在哪里呀？夫人，这里就是小姐的回呀啊！我的女儿竟住在这种地方。梅香，夫人，快去吩咐他们把两锭饺子远远施恩。夫人，少日劝得小姐回去，如今上轿岂不方便？你不知小姐的身心倔强，言语尚且出完不得，少被他看到这两锭饺子更难应付。快去吩咐他们。啊，夫人吩咐叫你们远处施恩。是。梅香，快去通禀小姐，是我亲自看他来了。啊，梅香，不要多言。梅香知道。小姐，
啊，不在窑内？这，哎呀，梅香，你快扶我到那边去找找看。啊，女儿，小姐，女儿，小姐。西墙草尽空，西墙，你为我叫草不停啊？莫非你想我野菜都在吗？你可知道我父他是有子有财，他定有苦尽归来之时，你想我做什么啊？你莫非是报喜来了啊？莫非是我负担了长远的那一天，我受到梦征服你到今人，我帮你分离上秋中，你要用我真口气，你得一早把喜报送，眼见得风日里满枝红，那桃花浪漫雨花怀念。
考去了。是啊，他官考去了。母亲，让你三路把车来到问要，女儿实在是不孝。为娘知你惊慌不忍可语，心中想念故来望你。母亲，女儿的日子其实是过得还好。母亲，你不用挂心。呀！眼看这个样子，他还是好哩。儿郎，这个地方亏你指的哟。像谷子真啊真，一领土地全当门，风吹雨打你怎么过？实是缺少了女千金啊！在这个地方才好呢。啊，他呀有个药，什么药？它叫爱乐苦。爱乐苦，三盘酒做成药，四面是别无红道，倾盆大雨不回来，风暴到来不动了，公卿从来才开门，女儿我自在此地。苦啊！我好逍遥。自在好药，他还是逍遥嘞。儿郎，那你谁在哪里呢？啊，你谁在哪里呀？呦！我那可怜的儿郎，你转头当作正头困，乱草为着铺地上，思来无章可比问，寒来无比你真与郎，女儿啦，正据家中象牙上，须真金币红炉上。问两中
己必弱，不必呀用。你的鸳鸯是公面为难富贵是用相公。亏你识得车娘。儿啦，那你的三餐做完了？母亲，女儿事情确定是把米。把米在哪里呀？在米灯里。米灯里，梅霞，我们怎么就没有看见米灯啊？是啊，小姐的家私都在这里，就是没有见过米灯。米灯在哪里？在原先灶里。原先灶里。母亲，女儿事情确定比把米更可口的东西。什么更可口的东西？那就是野仙。野仙生在山坡上，日光照线，雨露阳。雨露清香，滋味美，其名就叫翡翠缸。翡翠缸？哎呦，梅霞，夫人，什么稀奇古怪的菜呀？不用说是吃，就连听都没有听见过。母亲，杀死此缸真是奇味无穷，美不胜言。吃了它，能延年益寿，精神受口，儿聪莫名，手轻足健呐。有这样大的好处，儿啦，那你赶快去做一碗来，就为娘上上。夫人，这就是碧落清香的翡翠缸。儿啦，秀才赶考去了，你都结婚要起步什么？母亲，这里赛花头香，把鸟证明，万岁是你闹的呀。这种地方万事是你闹，我的儿啦，你躺着寂寞，我不愿为娘去做不一事啊！女儿娘与母亲做不。这是娘的小人女儿，去哪里去啊？你是要为你老们陪为娘出去看看啊？今日母亲要到郊外去看看，带女儿扶母亲出去。好，儿啦。儿啦，郊外的天气好。母亲，郊内郊外天气一样的好。你还是要为年老嘞，眼看先不把称，二不把点，不用说是神，连个影子也没有哩。母亲，这里人水稀少，花草却有许多。母亲，你来看呐！春儿三月把花开，汉子穷杀人来，绣绣
言不来。女儿啊，谁是百花迎春开，杀得人人都喜爱，可惜是别一枝梅。鲜花枝上开，人人群群落了单，苦苦凄凄没人睬啊！母亲啊，莫困啊，人人亲亲落了单，他是国家亲。要守李梦贞，梦贞不忠他不归，将我无计难成身。儿啦，你来看，为娘年老发苍苍，风中载着瓦上霜，娘在家接着接碗接着汤，想着你饥饿无人真恩的当，娘在家一瓮早晚天中郎，想着你身上有味添衣裳，娘心心挂念难杀儿啦儿啦，难道你是忘了娘？
娘啊娘，女儿真成杀亲娘啊，独自为弟弟，他心情你，我生生插腮母女分两半，女儿已发下红丝女我父不发迹就不为门娘啊娘啊，并非女儿心肠，我切了骨子把死吧，娘啊娘啊，鸟争一口声，神争一口气。神争一口气，啊娘啊娘，鸟争神争啊气，恳求娘亲人前，儿子相儿夫他今可亏呀去。就得功名登金榜，来登梦中转摇头。你女儿头戴凤冠，身穿雅服，腰系纽带，夫妻上上，媳妇用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摇摇摆摆摆摆摇摇，见亲娘见亲娘话虽不错，知他何时得中哦？母亲，像蒙真他是不亚多才，此去蜂拥机会，他定不会远的。当真，女儿是深信不疑。我儿竟深信无疑的了。啊，母亲，到那时间，女儿女婿上上用贵，岂不是比女儿今日委屈的更好吗？女儿女婿上上用贵，是人比今日委屈要好啊！是此女儿多谢母亲。你谢我什么啊？咦，我谢母亲用下女儿上上用贵之恩呐！哎呦，你呀，你好一张理嘴哟！夫人，困天色不早，相爷就要为父，我们回去吧。啊，儿啦，你是这一不跟为娘委屈的了。母亲，来日方长，何必急于一时呢？既如此，为娘也值得承载你的志向。
但愿梦真早日告终，为娘我要回去了。女儿送母亲。儿啦，为娘来得匆忙，不曾带得人面哟，该是差人送来接你。哎呀呀，这，哦，儿啦，这股精彩，你暂时留着用吧。多谢母亲。不哭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就在这里啊！好。哟，原来是说破药啊！哦，你请少爷待我起兵消息，再来相会啊！好好。小姐哪里？小姐哪里？老员工，到此何事？这里道喜来了。哎，玩到什么喜？李姑爷告从了啊！啊？李姑爷告从了。怎么？他告中了！这里送官告来了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外面。是此缘故。有。命他觐见。小姐，请你进去啊。好。喏，这就是夫人啊，向夫人讨喜呀。罢了，你是从京城来的？是。奉何人所差？奉上元素茶来送官告的。可有家书？启禀夫人，上元公府因未抗，不及修饰，亦有宫花呈上。
为才儿倾心，将他献。我是立志不移，在寒窑中。他是满腹经绶，他金庸功，到如今他是马前赴堂长远功。哎呀，老弟弟呀！会情有用，岂知道秀才妇，他金盘龙。状元几日归来？即刻归来。此次将官告放下，为兵长远去吧。是。这是小婿给你的啊，多谢父神。小姐啊，员公，你怎为与茶药到此？郑老夫人思念小姐，养病莫难事，瞒过了老爷，请小姐过去相见。我在中都碰见彩月，因她不是小姐的日子，故而嘛领她来了。老员公，你去为禀老夫人，说小姐要和长远归来，等到木兰日拜见夫人索取。是。我一心在官司中。他当我文林飞酒香，兄弟的把他得来了，不该反与把中挑，把中挑。这件事情不得了，眼看我们要糟糕。将往事记到亲手心，可见一定不肯饶，不肯饶。找个东西来做一做，你他看见跟起拿。我去那个必杀招，必杀招，哎，必杀招，哎，必杀招。哎呀！快那个
个板凳地里高，地里呀高啊！哎，地里高，地里高，跑！来个啊！一定要办。有我轻松。传记上元公，罢了，何日？相宜配有40名才员，良臣千杀大将，迎接上元，上元夫人辜负安生。本府此番为行，迎接夫人，3日之后立即为京，不必了。小姐，老员公，你去为兵相迎。多年困居还要中，相依他莫不见他儿张龙，他毫无改变童女意，妇女之情他见抛空，今日里得见我父在鳌头，他必把夜翻面绣花洞，李小姐喜的是写中宋派的真君子，就与那锦上添花不相同。小姐，这花冠彩衣与我等回去，我用我佛缘为父宗。哦，老夫人，上元死亡，你们回去吧。是。当七师兄，当八师兄，方才在山门之外做些什么？我们这，哎呀，启禀上元公，上元公已经在封疆之上地有4句，我们为防风吹雨打，龙上必杀，让来往的官员看见了，也好替我们莫来日，真正光彩，真正光彩，真正光彩。 4句上立地院，困必念是。是。10度对在9度空，闹闻脱律犯内中，待我所让两句。 受人封赏神破面，今日死得必杀龙，必杀龙，必杀龙，
去万候民众啊！当然是先民做后吃嘛，先民做后吃嘛，后吃嘛。岳母大人。